杨将军，快请起。皇上，杨将军这么晚来此，可是有什么事？皇上，臣教子无方，教子无方啊！是关于杨延的事。皇上，臣刚刚收到我那逆子杨延的家书，家书上说，他和九王在一起，正逃往关外。我那逆子从小脑袋瓜就不好使，他现在和九王估计正在圣都周边。臣现在就带兵把他抓回来。不必了。啊，皇上，您另有谋划？该如何处置九王和杨延，这也不是没有想过，只是还没有想好。皇上，您有何疑虑？九王和杨延现在还未归案，若是他们被抓到了，朝中大臣一定会上书，要求将他们处死。可是皇祖母年岁已大，再加上杨将军你，皇上，您要是顾虑我和那逆子的父子关系，那臣现在就和他断绝关系。不只是你，包括杨家的祖辈，都对南下有恩，战功显赫。若是处死他们，怕是会伤了很多人的心。如今他们在外逃亡，不再回圣都，也不会再威胁到朝廷，如此倒甚好。就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吧。皇上，您宅心仁厚，臣谨记于心。九哥，等到了下一个村子，我就把我的刀给卖了，这样我们就能吃一顿饱饭了。我想好了。怎么了？我想好了，我们不能再如此下去了。这种东躲西藏、浑身发臭、风餐露宿的日子，我早就已经忍受够了。九哥，等到了关外，我谋个生计，就不会这样苦了。现在是苦了点儿，你再忍忍。杨延，哎，你听我的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根本没必要这样。你是锦衣玉食的大将军之子啊，本来有大好的前程在前面等着你，你现在却跟着我过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，是我害了你。九哥，不必多说了，都是我自愿的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决定回去认罪。什么？你别想不开呀！你回去，姬上能饶了你吗？你忘记了吗？他要惩罚姜氏那个撕腿的刑罚了吗？用我一人的性命，换你们所有人下半辈子和我自己的坦荡。